各位觀眾、家長、各位教育工作者，今日我要同大家講嘅係一場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嘅全球級別極大規模數碼實驗。呢場實驗嘅特別之處在於佢嘅對象唔係自願參與嘅成年人，而係我哋當中最脆弱、最需要保護嘅一群，現時社會上嘅青少年及兒童。而呢場實驗嘅影響正正體現喺各國政府對社交媒體嘅態度轉變之上。截至2026年，全球多個國家已經由最初嘅呼籲自律，急速轉向立法禁止兒童及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呢個現象唔單止漸漸形成一個世界性嘅趨勢，更加正在重塑我哋下一代嘅成長環境，改變佢哋同數碼世界嘅關係。不過，法律永遠只係最後一道防線。喺政府介入之前，真正每日要面對呢個難題嘅，始終係家長同學校。正因為咁，今日我嘅分享會由全球現象出發，剖析背後嘅科學證據，同時展現各方持份者嘅角力。但最終我會聚焦返一個最務實，亦都最切合你哋每日處境嘅問題，就係作為家長或老師，我哋應該基於邊啲具體因素去判斷一個孩子係咪準備好擁有自己嘅社交媒體賬號。讓我哋首先一齊睇下世界各地有哪些政府同地區已經對社交媒體嘅立場出現急速轉向。一、全球趨勢。澳洲2024年通過相關法案，2025年12月10日起嚴格執法，禁止16歲以下人士開設或維持社交媒體賬戶，涵蓋 TikTok、Instagram、Facebook、Snapchat、X 等平台，違者最高罰款4950萬澳元。2026年6月更宣布計劃提高至近9900萬澳元。截至2026年1月，平台已下架約470萬個疑似違規未成年賬戶，為獨立專家質疑實際成效未必如宣稱般理想。印尼2026年3月起禁止16歲以下使用 TikTok、Instagram、Facebook、X 及 Roblox 等高風險平台。巴西2025年簽署相關數位法規，2026年3月生效，要求可靠年齡驗證，16歲以下賬戶須與監護人連結，並禁止針對未成年人嘅定向廣告。挪威政府計劃於2026年底前提交法案，禁止16歲以下使用社交媒體，最快2027年生效。首相表示，希望孩子擁有真正嘅童年，唔應被演算法同屏幕奪走。丹麥已獲跨黨派支持，計劃禁止15歲以下使用社交媒體，最快2026年中生效。家長可於特定情況下同意13歲子女使用。當局數據顯示，儘管現時規定13歲以下不得註冊，實際上絕大部分丹麥13歲以下兒童已擁有賬戶，近半數為10歲以下，反映單靠平台自身規定成效有限。瑞典、芬蘭、冰島。瑞典官方調查委員會建議立法禁止15歲以下使用。芬蘭總理公開表態支持，但83名研究人員聯署質疑禁令缺乏證據支持。冰島正討論將年齡限制由13歲提高至15或16歲。英國首相已於2026年6月宣布將立法禁止16歲以下使用社交媒體，目標2027年春季生效。法國、西班牙、加拿大、德國等亦正研究收緊規管。目前至少14個歐洲國家正考慮以年齡限制社交媒體使用。目前全球已有至少14個歐洲國家正在考慮基於年齡的社交媒體訪問限制。這場全球大圍堵背後究竟隱藏着什麼迫切的科學根據？其實各國政府之所以急於立法，是建基於近年積累的神經科學與公共衛生證據。以下我整理咗4組最具說服力的研究發現，全部來自頂尖期刊發表的文獻。4組科學證據。大腦認知功能2025年，一項涵蓋超過6500名9至13歲兒童嘅大型研究發現，社交媒體接觸程度較高嘅兒童喺閱讀、記憶同詞彙測驗中表現較差。多項腦部影像研究亦發現，過度使用與大腦認知控制網絡嘅功能連結改變有關。另有報告得出類似結論，過度使用社交媒體與注意力受損、工作記憶下降及執行功能減弱密切相關，尤其是在已被診斷為社交媒體成癮的青少年群體中。學業與認知較高嘅屏幕使用量與抑鬱、焦慮、飲食失調、強迫症、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 （ADHD） 等心理健康症狀相關。相反，多項縱向研究發現，
較長睡眠時間、較短屏幕時間與認知能力提升有顯著關聯性。心理健康，世衛歐洲區數據顯示，11至15歲青少年中問題性社交媒體使用比例由2018年7%升至2022年11%。研究指出，社交媒體使用量與焦慮、抑鬱、錯失、恐懼症、孤獨感及低自尊之間存在雙向關係。過度使用可能加劇心理問題，心理問題又驅使進一步依賴社交媒體，形成惡性循環。睡眠與生活節奏，短視頻嘅持續消費會反覆激活大腦獎賞回路，導致多巴胺失調、專注力下降、衝動性增加及睡眠模式改變。這些因素共同損害了認知控制能力。世衛已將數碼環境列為影響歐洲兒童及青少年心理健康嘅風險因素之一。總結來講，社交媒體對青少年嘅影響已由社會憂慮升級為科學共識。當然，對部分弱勢群體如少數族裔、性小眾、偏遠地區青少年而言，社交媒體亦具重要嘅社群支持作用。但主流公共衛生共識仍傾向審慎，因為風險係集體同普遍嘅，而好處往往係個別同特定嘅。其實以上嘅科學研究數據背後依然仲有少少爭議，呢個亦係大部分政府未有即刻立法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嘅主因。再者，一刀切嘅禁令到底行唔行得通，會唔會引申出其他隱憂？呢啲疑問正正帶領我哋進入下一步嘅討論。現實世界從來都唔係非黑即白，作為 IT 業界嘅一份子，我哋有責任呈現光譜上唔同立場嘅顧慮，等大家可以睇清大局。3. 多角度思維，技術隱患，要精確驗證年齡，最直接方法係建立中央化數碼身份資料庫，但屬於單點故障，一旦遭駭客攻擊，全民私隱將全面淪陷。而現實中，仍有相當比例曾持有帳戶嘅青少年，能透過假生日借用父母帳戶或 VPN 繼續使用受限平台。禁令可能淪為口號式管制。科技公司、一些社交媒體平台已推出青少年帳戶功能，並斷言反對一刀切禁令。佢哋倡議由 Apple、Google 喺作業系統底層統一年齡驗證。亦有經濟學者擔心，全面禁止會加劇數碼鴻溝，剝奪基層青少年透過社交平台創業學習嘅機會。一刀切禁令可能殘酷地剝奪了弱勢社群向上流動的珍貴階梯。教育學者，有學者警告，純粹嘅國家禁令帶有家長式監護色彩，忽略咗青少年應有嘅參與權。以芬蘭為例，研究人員質疑禁令缺乏證據支持，但公眾同總理本人都支持，反映即使社會不同階層的意見有明顯分歧，社會大眾的焦慮仍推動政策走向更嚴格規管。由上面可見，全球社會各階層並未完全達成共識。當法律同技術都無法提供各方都滿意的方案，真正嘅決定權同責任反而正正就落喺每日陪伴孩子嘅成年人身上，即係作為家長、長輩或者教師嘅你身上。以下係我哋為你整理的8大評估維度，供大家參考，同時希望幫助大家做出有根據、不盲從的決定。4. 決策框架8大評估維度：心理成熟度，孩子能否控制衝動，暫停回應挑釁訊息，是否明白網絡內容一經發布就可能永久流傳。生活節奏，睡眠是否充足，能否喺用餐、做功課時主動放低手機。數碼素養，能否分辨假資訊或釣魚連結，理解演算法點解成日推送同類內容，知唔知遇欺凌時應向邊個求助。家庭共識，家中有冇清晰一致嘅使用規則，家長本身有冇以身作則，建議簽訂家庭媒體合約。社交需求，開帳嘅主要原因係咪只係跟風？現實生活中有冇穩定嘅社交圈？平台與安全設定，家長願唔願意同孩子一齊設定帳戶，開啟私隱保護？可否先用過渡性平台作訓練場？應急機制，小朋友知唔知遇到問題時應該截圖、封鎖對方同舉報？可唔可以承諾會主動向家長或老師求助，而唔會因驚被沒收手機而隱瞞？年齡參考：澳洲、挪威定16歲，丹麥、瑞典、芬蘭、冰島傾向15至16歲，但年齡只係參考，唔係決定因素。真正決定應基於以上維度嘅綜合評估。我哋提供8大評估維度俾大家作參考，並唔係話硬性地建議小朋友必須全部合格才能開社交媒體帳號。
我哋嘅目的唔係設置關卡，而是幫助你同小朋友進行一次有深度、有準備的對話。單向的命令或完全放任都並唔係理想的方法。當你走完這8個維度的思考，你自然會知道唔係現在是否太早，而是現在是否準備好。5. 終極結論：小朋友係咪應該擁有社交媒體帳號？答案唔係簡單嘅 yes or no， 而係何時同埋如何。之前然後嘅理據：大腦前額葉皮質喺16歲前仍然係度高速發展，過早暴露於演算法操控風險比較高。支持逐步開放嘅理據：社交媒體已成為社交資本嘅一部分，完全隔離可能導致孤立。數字素養亦需要喺實踐中培養同提升。其實全面禁止只係表面上嘅指標，有條件嘅開放和賦能先係真正治本之路。我哋真正要對抗嘅，從來唔係社交媒體呢個中性工具，而係背後不受制衡嘅演算法黑箱。北歐5國嘅經驗講俾我哋知，即使喺社會福利完善嘅國家，政府同家長仍然對社交媒體嘅危害感到焦慮，但法律最終只可以設定下限，冇辦法教識小朋友幾歲之後應該點做。呢個正正就係家庭同學校教育無可取代嘅地方。給家長嘅幾個建議： 1. 延後但不拒絕，開帳前用過渡性平台。 2. 第一次開社交媒體帳號可以親子共同完成。 3. 簽訂家庭媒體合約。 4. 建立不懲罰求助文化，俾孩子知道求助唔會被無理責罵。給學校嘅建議：將數碼素養列為正式課程，豐富學生實體社交機會，讓佢哋喺現實中獲得愛、包容、接納、尊重、安全感和歸屬感。呢場沒有先例可循嘅全球數碼實驗，暫時未有標準答案。但作為年輕人的長輩、家長或老師，我哋可以唔馬上去決定禁唔禁，但反而係更進取去追問小朋友佢今日係咪準備好。真正嘅保護從來唔係築起高牆將風浪擋喺外面，而係裝備佢哋喺數碼海洋中認清方向、穩健航行。如果你認同裝備而非禁絕呢個理念，請將呢條片分享俾身邊作為他人、長輩、家長或老師嘅人。多謝各位收看。